我现在告诉你，这个大哥劝我，我这口气忍了。一会儿到免税店，你坚决上不了車。我告訴你，今天晚上我就讓你回不了中國。這個話不能說，把視頻給我刪了。呢名導遊喺泰國嘅旅遊巴上面威脅強迫遊客購物嘅影片，早前喺網上面瘋傳。最新消息就話，呢名導遊已經俾泰國警方逮捕。據了解，被捕嘅男子叫做李海，係中國籍公民。警方證實，李海根本就冇合法嘅導遊證，長期喺泰國非法執業。李海承認呢次係因為遊客購物太少，拎唔到回扣而恐嚇遊客。更令人震驚嘅係，呢次並唔係佢第一次犯事。早喺2018年，李海就曾經因為辱罵遊客、強迫購物，被泰國警方逮捕過。除咗佢，涉事旅遊社嘅2名負責人亦因為非法從事導遊工作被捕。